傳承中醫精髓，守護健康20年。惡性腫瘤嚴重威脅患者嘅健康同埋生命，亦都為醫生帶嚟臨床嘅挑戰。中西醫協同治療已經被越嚟越多嘅人所採納，臨床證實可以為腫瘤患者帶嚟更大嘅效益。其中部分療法已經獲得現代研究嘅驗證，譬如針灸可以有效嘅緩解癌痛，並且獲得 WHO 嘅推薦。黃芪可以增強化療嘅敏感性，亦都可以通過增效減毒嚟提升患者嘅生活質量。中西醫協同治療方面，我哋可以在為手術期調整機體功能，促進術後嘅快速康復。譬如肺癌術後嘅患者胸悶氣短、咳嗽咳痰，我哋可以用中藥補益肺氣、宣降氣機。同時，中醫可以在放化療中起到減毒增效嘅作用。譬如針對化療嘅所造成嘅噁心嘔吐，內服中藥可以理氣健脾、和胃降液，配合針刺足三里、內關、下谷、以穴撇壓胃、交感、神門、皮質下等。而放療屬於熱毒，容易導致放射性嘅皮炎，可以選用中藥清熱瀉火、涼血解毒、驅瘀生肌。配合外敷嘅方法，可以改善局部嘅炎性反應，促進皮膚嘅修復。惡性腫瘤靶向治療期，配合中藥有減毒導副作用，提高藥物嘅耐受性，延緩耐藥發生嘅功效。譬如抗血管生成嘅靶向藥物，經常會導致出血高血壓。咁我哋可以用中藥通過健脾益氣、驅瘀止血、平肝潛陽、化瘀驅濕等方法進行治療，亦都可以配合以穴、內分泌、神門、降壓溝同埋針刺曲池、內關、足三里嘅中藥同埋針灸，仲有調節免疫嘅作用，可以協同惡性腫瘤免疫治療。譬如臨床經常會出現免疫相關性嘅甲狀腺功能減退，中醫認為屬於腎陽虛，我哋可以通過補益脾腎、溫陽散寒，改善疲倦、畏寒、水腫、脫髮等症狀。部分惡性腫瘤採取咗內分泌嘅治療，譬如乳腺癌，需要內分泌治療，可能會導致月經混亂、頭目眩暈、失眠易經、潮熱盜汗等停經期嘅症狀，嚴重影響患者嘅生活質量。中醫可以從補腎填精、滋陰清熱治療，同時配合針刺、三陰交、太沖、太溪、腎腧等穴位。除咗中西醫協同治療，在惡性腫瘤根治性治療後，中藥同埋針灸配合可以有效減少腫瘤嘅復發。中醫稱為既病防變，治療主要以健脾益氣、補腎培元為主，兼顧抗癌解毒、化痰驅瘀。針對惡性腫瘤穩定同埋緩解嘅晚期患者，中醫我哋講求大腦生存，提高生活質量，延長生存期，呢個係我哋嘅治療目標。臨床我哋會針對不同嘅部位惡性腫瘤嘅病機特點，針對性嘅選取唔同嘅抗癌解毒法，譬如半枝蓮、白花蛇舌草、三刺菇、松蘿，都係我哋經常會選用嘅藥物。同時通過調節情緒，譬如針對太沖可以緩解焦慮，針對神門可以改善睡眠，有助提升患者嘅生活質量。通過溫和干預、症狀管理、功能修復三大策略，我哋可以為抗癌治療提供減毒護盾同埋康復助力。逢九國醫館20年匠心傳承，為你同家人嘅健康保駕護航。